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4，诗篇86篇4安尼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通力求你。主啊，求你互你的奴仆心欢喜，因为我用我的心仰望你。三甲来祈祷，怜悯阮，搁互阮的心欢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阮的心静静，全有听候你。阮的拯救是对你来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悬台，阮的避难所，所以阮就袂摇拽。主啊，阮倚靠你的慈爱，阮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求你保护阮的性命，拯救阮，互阮无见笑，因为阮倚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活命的气力，阮要行之罪。主啊，这事重大地阮，这时土开无煞，总是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通力求你。主啊，求你互你的奴仆心欢喜，灵快乐，因为阮用阮的心仰望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